深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从心能力。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约翰福音，今天是第1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端龙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在一天的开始，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命。求主赐给我们柔软的心来谦卑受教。当我们遇见试探时，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每日领受圣经的教导，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活出蒙神喜悦的样式。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阿们。那我们今天要读完约翰福音的第4章哦。那约翰福音的第1章呢，讲到了第一位见证人、第二位见证人。那见证人就是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是那真光，是接纳他、信他名的人。那但是呢，不接纳他的人呢，就是这些不愿意接纳他、不愿意相信他。但是在第1章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见证，还有看到拿但业的见证，那他们分别都是头一位和第2位的见证人。那施洗约翰影响了他的2个门徒来跟随神的羔羊，那腓力影响了拿但业，那拿但业呢，他影响了以色列人，因为耶稣称赞他是真以色列人。那到了第2章，我们看见最小的神迹，还有最大的神迹啊。那最小的神迹是可以说是水变酒，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但是最大的神迹呢，是指人的心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在第2章的迦拿婚宴，那以及耶稣要说他的身体像圣殿拆毁，但是3天内要重建，而当时的犹太人却认为，那时候的圣殿大希律已经建造46年，怎么可能3天内再重建？那这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从死里复活能够拯救世人最大的神迹。那第3章呢，讲到了夜中的尼哥德慕，还有在白天的施洗约翰。那尼哥德慕夜中来问耶稣，他是一个有钱有权有信仰有道德的拉比，但是他对于耶稣基督他不明白来求问，而耶稣告诉他重生，从上而生，告诉他要领受生命的源头也要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虽然没有看到尼哥德慕当下的回应不过在后面可以看见这位拉比还有出现过2次，在整卷约翰福音当中出现过3次，所以他对于这个信呢，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在远处相信的人，他不是近处的相信跟随耶稣。那还有看到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所以在一个夜中的尼哥德慕看在行在光明当中，不害怕他的门徒去跟了耶稣，不害怕他的群众去跟了耶稣，而是反而因为这样能够喜乐得以满足，有真正的喜乐。那这是在第3章。那第4章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我们4章今天要结束，看到一个小女人，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这个小女人呢，
看起来是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甚至好像没有朋友，没有丈夫，她的家庭到底有如何的破碎？那但是她却成为影响撒玛利亚城续家来信主的一个关键人物，使这个撒玛利亚人呢都来见耶稣，还听了耶稣的话，又相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那我们最后要看今天最后要看的是一个大男人，就是一个大臣。那耶稣要对他的儿子来行神迹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好，那我们请端荣姐来带我们来读43节到54节。麦克风要请打开。好，43节，耶稣在那里住了2天，然后到加利利去。他自己说过，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重的。耶稣一到加利利，当地的人都欢迎他，因为他们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看见了他在节期中所做的一切事。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从前他变水为酒的地方。那地方有一个官员，他的儿子在加百农害病。他一听到耶稣从犹太来到加利利，就去见他，求他去加百农治好他那病危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官员回答，先生，求你在我儿子没有死以前同我一起去。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儿子会活的。那人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在途中，他的仆人迎着他来，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问他们，儿子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他们回答，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热退了。那父亲想起，就是在那个时间，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的。因此他和他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所行的第2个神迹。以上。谢谢。那在这个耶稣行的第2神迹呢，虽然经文没有很长，但是它的背景地点还有时间交代的算相当的详细。那一开始提到耶稣在那里住了2天，那里就是在和井边撒玛利亚妇人谈道，那也就是在南边的犹大和北边的加利利中间的撒玛利亚地区。那我们已经知道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相不往来，但是耶稣却似乎完全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以至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受到这个很大的震撼，并且立即的放下他的水瓶，回到城里面要邀请大家来看他遇见的这个基督因为能够说出他所有的状况。那撒玛利亚城接待耶稣，信他的名，然后让耶稣在他们城住了2天，然后又继续他北上的路程回到加利利。但是44节提到耶稣在自己的本地，就是指自己的本家乡或是自己的祖国，甚至可以说是在自己的信仰团体，就是犹太人犹太生活圈跟这个撒玛利亚做一个对照。撒玛利亚这么样子的接待他，强留他下来过夜，然后而且呢听他的话，并且呢还说他们听见了耶稣的话，相信耶稣真的是世界的救主。那但是呢他在自己的家乡，指北边的加利利，或是从北边到南边的犹大所有的犹太人，但是呢却不欢迎他，却没有尊重他就是做一个对照。那45节看到耶稣一到加利利，这里写说当地的人都欢迎他，但是字面上看起来是欢迎他，可是我们从后面继续看说他们欢迎耶稣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看见他在节期中所做的一切事。
好，那就是说耶稣呢，在从我们之前有说这是耶稣传道的第一年，所以他们有看见耶稣的所做的这些事情，或许是神迹，或者是医治，那所以他们就欢迎耶稣。所以这个欢迎的程度呢，不是欢迎耶稣这个人，而是因为欢迎耶稣他所做的事情。那也是一种不是真正明白的，不是像撒玛利亚人他们明白耶稣的身份。耶稣并没有这里并没有提耶稣在撒玛利亚行什么样特别的神迹，但是撒玛利亚城他们期待这一位他们老祖宗这个摩西所说的这位弥赛亚伟大的先知，那他们一直期待他们因为他们一直被长达700年的这个流离颠沛他们期待这个救主来，那他们非常的兴奋知道神的儿子来。那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会有杂质，就是想要神迹，却不想要神。我们想要追求的是物质上的、情感上的，可以满足个人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满足真理的，没有满足神的国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照，就是施洗约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以自己的喜乐为满足，而是以天父的喜乐，天上的喜乐为满足。这也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一直抱持的态度。那他只要看到天上的喜乐就是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那加百农到耶稣从犹大经过撒玛利亚来到加利利，那他又到了迦拿。那到了迦拿呢，就是知道遇见一个大臣，那这大臣是从加百农来的，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加百农安慰之村。那但是他却他的儿子生病快要死，所以他来见耶稣。那所以从加百农到迦拿从地图上看起来不远，但是以当时来讲交通来讲32公里来回大概来一趟路大概就是要走8小时来回要16小时。那但是这是不休息的状况，所以又必须要过夜。那但是所以这个父亲呢，这个大臣呢那他花了一段的时间。大臣在这个意思是指王的臣仆那但是他这个王呢应该不是指罗马皇帝或是西律不是指罗马的皇帝是指西律，所以可能就是指西律王手下的一个官员。那西律王呢是做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个大臣呢他也是统管所有犹太人的事务，至少是在北边的加百农加利利地区来统管这个犹太人的事务。那他从加百农来那加百农是一个住房城所以他可能也有军人的身份因为有这个罗马军队在那边扎营。那或许他跟这个西律王跟罗马军队他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臣那臣仆。那他听见耶稣来从来到加利利就去见他因为他可能已经寻求许多的医生寻求用许多的方式，那但是现在他听到一个风声，就是耶稣能够为人医病。所以可见在第一个神迹使水变为酒，跟今天第二个神迹这个耶稣治好大臣的儿子这当中其实耶稣也有行其他的神迹，但是这些神迹可能包括医病赶鬼，那但是并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那但是为什么会说是第一第二呢？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这个神迹它的意思也是指记号，所以可以说水变酒是耶稣的第一个记号，那使医治大臣的儿子是第二个记号。那所以这也可以用记号不见得是真的是医病的神迹。那这个耶稣呢遇见的这个大臣呢来到了迦南来寻找耶稣。耶稣对他的话呢很不客气，说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耶稣对照前面42节
44节，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没有人尊敬，那他现在来到人的家乡，那有人要来求他，好，那这个求他看起来是尊敬他，但是耶稣真正在讲的是他的真实的身份，没有受到尊敬，只不过是看上他的所有的能力，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爱上的人，可能是爱他的名声、地位、金钱，并不是爱上这个人。那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个333祷告会，我们为伴侣、为配偶祷告。我们爱这个人，是爱他这个人呢，还是爱他的外在的条件，还是他的本质？这个人呢？那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那耶稣施洗这个门徒约翰呢，也这样子来见证说道成肉身。那讲到这个人是从神来的，那他接纳要为那光做见证，凡接纳他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信呢，包括就是要接纳他，或是接待他。那这个信呢，不是说相信他的名声，相信看见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是信，而是交托给他。那在第2章的24节，那从22、23、24呢，许多人是看见耶稣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第2章，但是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耶稣认识人，因为他不用人来证明他自己知道人的内心23、24、25。所以人的信呢，跟耶稣所要的信呢，是有层次，是有差别的。所以回到这个故事当中，耶稣说若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是说你们的信心呢，只有停留在神迹和奇事，只想要睁大眼来看，但是呢，却没有想要用心或是交托。那信呢，也是一种交托，就是你相信你就放手，相信你就会摆上，相信了你就会交托。所以这个信呢，是一个不是只有一个心理的状态，它还包括一个生命的状态，会交托出去。那但是他们不交托耶稣，耶稣也不把自己交托他们。所以2章24节说耶稣自己不信任他们，就是耶稣还不能够交托给他们。那耶稣什么时候交托他们？那么看约翰福音的后面的记载，也可以看到这个希腊人来见耶稣，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耶稣相信他可以至少可以交托给他的门徒了，所以才会在14、15章约翰福音，耶稣做这个很长的分离的最后的祷告。那因为他已经把自己要交托出去了。那所以这个官员呢，听见耶稣说他来求耶稣来趁他的儿子还没有死，赶快去医治他，去救他。但是耶稣只给他第一个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第二个呢，这个大臣呢就回应耶稣说，趁他的儿子还没有死，赶快去。那耶稣就告诉他宝贵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就是叫他回去，然后呢叫他相信你的儿子会活。所以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你的儿子会活。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这个大臣呢，那他可能真的是有这个军人的背景，就是他对于命令呢是服从的，接受相信。所以耶稣只要一句话，那他就将接受相信，并且呢他把这样的孩子呢，把这个孩子的生死呢都交托。所以当这个大臣呢信了耶稣的话，领受了耶稣的这句话，说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着，那他就回去。那在回去的路上呢，就遇见了这个他家里的仆人，所以也证明他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有权有位的人，家中有仆人。那说主人，你的儿子活了。那活的意思就是好了，病好了。
好，那所以家中的这个大臣呢，并没有问其他的事情哦，他怎么好的，是不是有其他人来替他或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只关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我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所以这个大臣他在分辨，他在判断，就是这个孩子他的孩子病好的原因，还是说他孩子自己的抵抗力体质好，这个病呢熬过去就好。那这个家中的仆人告诉他，孩子好的时间就是在昨天下午1点。那这个在犹太历的算法是下午1点，那在罗马的算法是下午7点。但是这个时间对起来之后呢，那大臣一看就是刚好耶稣在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孩子的病好了，你的儿子会活的那个时刻。所以当耶稣一开口的时候呢，他孩子的病就好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大臣他再次来求证，也确认耶稣不仅是要相信不仅是一个会行神迹他连说话都有分量他连开口张口都能够来医病所以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所以他相信耶稣有神的身份。所以当他相信，他也影响他的全家。所以在第二个神迹当中，非常宝贵的就是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那这个信呢，就像是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信，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不是像犹太人这样的信，欢迎他，想要看他行神迹。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我们也看见很多人耶稣受欢迎的时候呢，其实只是要来看神迹不是真的要来跟随神的儿子那最后一节说，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那所以这第二个神迹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并且是带来全家信主。第一个神迹呢，我们看到水变为酒使人能够同心那第二神迹呢，是使全家都能够信主所以在我们的主日讲道当中有分享全家信主的真理就是我们虽然有权有势有地位有名声但是我们总要明白人赚得全世界却失去生命有什么益处。所以政治生命和孩子的生命，这个大臣做出选择当他来求见耶稣，并且求耶稣来去他加百农来医治他的儿子那他在信心上面呢是一种抽离。那第二我们也看见信心上面的校准，就是从看见相信还是听见相信就看见那人是看见了才会相信但是耶稣在挑战这个大臣，你相信了就会看见第三我们也看见这个信心的提升就是要从初信到深信那这提升呢就是要听神的话，并且呢愿意为神的话来走上冒险的旅途所以这个大臣他愿意回去他没有第二句话，就是一个冒险。那耶稣的话如果成，那他的儿子病就好，但是耶稣的话如果不成，这下他浪费了时间，其实他可能还可以去找其他的人，想尽其他办法但是当他找到了耶稣，他也不需要再去找其他，那成为一个美好的交托和见证。那最后我们也看见信心的爆发，就是全家信主的影响力。那这个信主呢，不是只有在大臣一个人身上，当他相信看见并且相信是神儿子，他有采取这个交托的信心的时候呢那他就影响他家的人，甚至可能影响他在这个官位当中能够影响的人那在马可福音第9章，耶稣也说，你若人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也是另外一个父亲为他的孩子被鬼附来求耶稣。那耶稣告诉他若能信就能够
看见上帝的荣耀。好，那所以耶稣呢他就是赶出这个孩子身上的邪灵呢。那重点在于信心，在于祷告，在于交托。所以耶稣也要告诉我们，要把他的话带在身上，带回家。最重要不是只有来看完神迹，拍拍手，然后心满意足的回家，这样子是虚空。最重要是要把神的话带到我们的心中，带回家。其次我们也不用担心，好像这个马可福音的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所以只要我们有一点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那上帝就会动工。那还有就是我们要坚信我们全家得救，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和我家都要侍奉神，你和你家使徒行传都必得救。所以这个要坚信神能够透过我们把救恩带到我们的家中。那今天的金句是53节，那父亲想起就是在那个时间，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的，因此他和他全家都信了。所以他和他全家都信了。好，那这个大臣呢是去判断，好，那他做出的决定相信。危机就是转机，当神把我们的信心从困境中来抽离，并且能够交托专注于神的话和神的旨意上时，神迹就会孕育而生。所以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丧胆，也不要害怕，更不要逃跑，而是要面对，要相信神，要求神的帮助。那接下来第3个神迹是五饼二鱼，第4个神迹是行走在水面上。就如同在水面上，我们要求主帮助，而不是要因为风浪，我们就算我们逃，风浪还是会追着我们跑。但是我们交托神，专注神的话，神迹就会孕育而生。今天我们要如何带着对神话语的信心，把我们的担心惧怕从危机当中来抽离，而不是跟着危机用惧怕的心、害怕的心、担忧的心一直停留在风浪惧怕当中，而是我们要做出一个抽离的动作，就是要专注在神的话、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信心被提升，如同这个大臣他的信心的提升，就是确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所说的话是有能力的。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那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托，并且交托在相信神的话语上面。最后求神赐给我们全家信主的神迹，让我们不论家中有多少人信主，但是我们要有坚信神要使我和我家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信心应许，也相信接受基督耶稣的名，信他的名，并且接纳他，接待他，上帝就赐我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去遵行。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还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相信是不是只有眼睛的看见？我们的相信就如同瞎子一样，就算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心里面心中的眼睛看见，能够明白，能够知道，也让我们能够从你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得着能力，得着帮助。也愿神赐给我们全家都能够得救，也让我们从信心来看见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全家都要归主，而且还要爱主，还要服侍主，要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主。愿主你的应许种子像芥菜种一样放在我们每个人众人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端荣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
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